我还怕你睡不着，结果你一觉睡到大天亮。昨天晚上睡得跟死了一样，叫都叫不醒。啊！哎呦，这吓成这样啊！看来是真吓坏了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秦导演，秦伟，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。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。这是我们这儿整容班新来的学徒赵三月，小姑娘昨天呢是第1次值夜班，正巧碰到你了，吓坏了这是。秦伟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三月，你过来握手啊！你，这是秦伟导演，你别害怕，怕什么呀？啊，来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接下来你还有些什么安排？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？拍一个葬礼吧，从筹备到完结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三月陪着。啊？怎么了？你正好跟着熟悉一下工作的流程，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啊！人才。这些骨灰盒呢，根据材质、大小还有工艺的不同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，一直到上万元不等。这个最贵。对呀，大哥，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。就是啊，这份钱可不能少。是啊。那就定这个吧。那您先出去等我一下，一会儿给您办手续。谢谢。其实呢，家属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价格更高的骨灰盒，毕竟这也是能表达情感的最后一个方式了。你当着他亲朋好友的面问，他肯定往贵的选啊。这哪是表达情感，这是碍于脸面，怕被旁人说闲话吧？你要是这么想吧，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，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也不允许我们在葬礼这个问题上过分讨价还价，对吧？这也帮我打包吧，我要了。这么便宜啊？你也来一个。谢谢。饼干。不用，我吃这个就可以了。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？是止痛药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肺癌晚期。真好。好。
那不是送人，那是遗弃。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，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你把他接过来，咱们养着活吗？我问你，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，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后的依靠。爸妈在吵什么呢？老二在哪儿都活不长，长不大的。他走了，我们和小伟都能过上舒心的日子。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大姐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后来，她满18岁就离开了家，再也没回来过。